美国总统川普上任2个月以来，申请学生签证和拒绝的人数增加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是讲，因只要审查发现这个人无正常，就随该撤销签证。另外，最近又搁传出美国掠走一个土耳其的朴素留学生，理由就是伊捌参加过支持哈马斯的活动。支持巴勒斯坦的真侪留学生甲大学教授，都算美国永久居留权，毋是被逮捕，就是被拒绝入境，遭到民众抗议。美国总统川普就任2个月过，加强审查移民甲签证政策素案，外国留学生被拒发 F1 学生签证人数增加。根据外国媒体报道，为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会计年度当中，申请 F1 签证的案件被拒绝比例高达41%，创10年来新高。来美国读册已经无亲像以前可靠，美国梦可能正做恶梦。Maybe more. Might be more than 300 at this point. We do it every day. Every time I find one of these lunatics, I take away their visa. 为影片内底因看到6个后边人为无共款方向行近伫街路一个土耳其一个朴素留学生，各将伊逮捕。理由是国土安全部甲移民甲海关执法局调查发现，这留学生捌参加支持哈马斯的活动，不过校校敢若被告知，这学生的签证已经被政府终止。所以目前无确定伊是毋是正式参加亲巴勒斯坦的校园抗议活动。因确定捌发表文章，要求校校对以下冲突表明立场。厝边是对熊熊的逮捕感觉真不安，得到影片。That's just like one of so many concerns, and just I feel like every day it's another thing that Trump has done or signed, and it's just more and more disturbing. 另外一方面，5年前的3月，因为新冠疫情引起美国对阿黑攻击甲歧视事件暴增。不过，根据相关研究中心上新的报告显示，虽然新冠疫情早毋是问题，不过美国社会种族主义依然普遍存在。更互人烦恼的是，即马川普的零容分移民政策，顺英语教学的法律甲多元、平等甲包容等的倒退路。5年后的今仔日，美国社会反阿黑的仇恨气氛，恐惊无简单消除。公视新闻新竹报报道。